是主播，今年老板公演真正是非常的精彩熱鬧，現場有超過100多位工藝師的這個作品哦。今年加特別是閣加入這個人間國寶傳習地主的作品，也有濟少年輩工藝師的工藝品來做伙展出哦。親像這個傳統彩繪、彩繪創新，也閣有甲這個新橋照壁的縮小做成微型新橋。到底這麼有趣的功夫有啥物眉角無？咱來聽看嘛工藝師的分享。開始嘛是愛先拍圖啊。咱先甲伊的，你要畫，咱要去啥物件，先甲畫開，畫佇咧紙，再搭佇咧茶，或者是講佇咧茶懸頂，直接做畫，畫好的時陣，再來甲伊打刻，打敲，一點一點安尼做開。一開始咧做吼，會寫着手，擦着手，寫着皮啊，流着血，這是平常的代誌。啊，做久啊吼，就知影美角，這學做美角啊，就知影講會曉閃啊。頭咧學的時陣，一直上基本的迄種功夫一定愛學嘛，因為這自開始的時陣，就是愛用水墨落去拍底，再閣落去上色。因為我畫的這是女文型，嘿啊，我要表現的，就是講伊較謙卑、較恭敬的，有摻雜着我家己的手法。即擺的迄個面膜啊，就是有較就是較創新，就較少年款啦。接觸亞克力畫，後壁拄着彩繪看板這個老師，閣學着無共款的方式。後壁阮閣倒着傳統彩繪的老師。吸收到足儕無同的技術，所以感覺愈畫感覺愈趣味，少年輩愈來愈少，這方面的技術後壁愛一直傳承落去。是現場精彩的作品，有影是一件接一件，互人看甲目睭無轉輪。無論是老師傅的手路，也是這個少年輩的功夫，攏互咱看到傳統工藝細命力。嘛，邀請觀眾朋友會當把握到辦公演這4天的活動，來現場感受台灣傳統工藝魅力。以上就是記者楊淑靜佇現場的連線報道，咱將鏡頭交轉去給主播。